靈情私語，哥林多前書15章1至11節，復活鐵證。弟兄們，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，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傳給你們的，就必因這福音得救。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聖經所說，第3天復活了，並且顯給基法看，然後顯給12使徒看，後來一時顯給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，卻也有已經睡了的。以後顯給雅各看，再顯給眾使徒看，末了也顯給我看。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稱為使徒，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，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。不拘是我，是眾使徒，我們如此傳，你們也如此信了。保羅而家討論一個關於復活嘅教義，因為喺哥林多教會有人唔相信復活嘅事情，佢哋可能受住希臘文化嘅影響，認為人嘅身體係污穢，係唔會復活嘅，只有靈魂先至能夠復活。保羅喺呢度好有系統咁說明復活嘅事，從聖經見證以及仔細嘅悟性思考，為要佢哋明白復活嘅教義係何等嘅重要。1至2節，教會當信基督復活。哥林多教會係保羅親自建立嘅。佢用咗18個月嘅時間喺嗰度牧養，佢哋要知道嘅福音內容，保羅都一一告知，並且都領受，都靠住佢站立得穩。保羅再一次提醒佢哋要持守呢個福音嘅道，不然就徒然相信。因為喺佢哋當中，復活嘅教義已經出咗問題。復活都係福音嘅核心信息之一。第3至4節，聖經預言基督復活。保羅向佢哋表明，佢所傳俾佢哋嘅道係從主嗰度領受，就係基督為罪人死喺十字架上，又埋葬了，並且第3天從死裏復活。呢啲事都一一記載喺舊約聖經當中，如今得着應驗。呢個係基督復活嘅真理基礎，都可以堅固聖經嘅權威性。第5至7節，眾人見證基督復活。論到基督嘅復活，不單係聖經所記，保羅羅列出一啲見證人。首先係向基法，就係彼得顯現。保羅強調彼得，因為哥林多教會一啲人對彼得有好印象，佢哋分黨嘅時候，有人話係屬彼得，跟住係12使徒，呢度當然唔包括猶大，相信係後來加入嘅馬提亞。更有力嘅證據，基督曾經一次顯現俾500人看，其中大部分還在，因為這只不過係23年前嘅事情。以後仲顯俾耶穌嘅肉身兄弟看，仲有其他嘅使徒睇。呢啲見證人足以見證基督復活嘅真實。8至11節，保羅見證基督復活。最後，保羅講述自己親身見過主復活嘅見證。保羅形容自己係未到產期而生嘅人，因為係佢始料不及嘅事。喺大馬士革嘅路上，主忽然向佢顯現，佢回應咗主嘅呼召做使徒。按常理嚟講係冇可能㗎，
因為佢從前為猶太教熱心逼迫教會，因此保羅話自己係不配嘅，所以好謙卑咁講，喺眾使徒當中佢係最少嘅。因着呢個特別嘅經歷被主揀選，佢格外體會到主嘅恩典係何等嘅深，所以佢就更加喺所領受嘅使命上勞苦作工，以回應神嘅揀選。保羅做一個總結，無論係眾使徒或佢自己，都係被呢個復活見證所激勵，因此努力將呢個信息傳開，叫佢哋可以信。保羅睇重呢個復活嘅教義，因着基督真實嘅復活，佢哋先有着呢個屬靈嘅驅動力。呢度叫我哋反省到：第一，基督復活係我哋信仰核心之一，不可搖動；第二，保羅表達呢個信息真係有理有情，喺聖經上說明基督復活，加上自己都親身經歷過。呢度提醒我哋，信仰必定係有真理同經歷嚟互相印證。第三，好多人嘅信仰見證成為我哋信仰嘅激勵同支持。第四，復活嘅事情係何等真實，我哋係咪真正體會咁樣嘅真實呢？親愛天父，基督嘅復活係震撼住整個人類歷史，整個靈界，因為的確睇見你嘅大能，能夠將死嘅捆鎖破開，我哋呢班罪奴得着釋放。主耶穌，我哋感謝你，道成肉體為我哋死，都為我哋復活。如今我哋係有盼望嘅人，因為將來我哋都會復活。我哋都唔忘記你嘅恩典，將呢個復活嘅信息傳開去，叫失喪嘅人得着盼望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點解基督復活係福音嘅核心信息呢？第二，基督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又埋葬了，並且第三天從死裏復活，你相信嗎？第三，我哋可以點樣傳基督復活嘅好消息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